歡迎大家再次支持時事娛樂睇。開始影片之前，記得訂閱咗我哋嘅頻道，點讚同睇完後留低你嘅睇法。咁我哋立即開始。今日講嘅新聞係關於最強 body 郭佩文 Juliana 嘅感情動向。佢今日喺電視城出席 TVB 戀綜女神配對計劃2嘅全球招親記者會。喺活動上，大方公開4大擇偶條件，希望對方月入10萬以上，中意 bad boy 型，身高178以上，同埋有上進心。佢仲自爆已經單身9個月，對上一段同美國讀書時認識嘅男友，因為遠距離戀愛同步伐不一致而和平分手。佢話自己好宅，平時冇咩機會識男仔，所以想藉住呢一個節目揾真命天子。今日我哋用中肯角度睇下郭佩文嘅擇偶條件，佢嘅感情觀以及網民嘅反應。首先詳細講下郭佩文嘅訪問內容。郭佩文接受香港01訪問時話，係公司主動問佢有冇興趣參加女神配對計劃2。佢聽到之後好驚訝，因為佢以為會有好多人報名，輪唔到佢，但知道有份參與之後，開心多過緊張。佢話自己份人好宅，平時冇咩機會識到男仔，所以想借住呢一個機會睇下可唔可以遇到真命天子。提到上一段感情，郭佩文承認已經回復單身大約9個月。前任係佢喺美國讀書時認識嘅，拍咗3年拖，分手原因係遠距離戀愛，大家分別喺美國同香港，好難維持，而且冇一個共同嘅目標，唔知幾時先可以喺埋一齊。佢話而家想專注事業，對方都有佢嘅諗法，步伐唔一致，最後和平分開。雖然結束3年幾感情，但係郭佩文話分手嗰陣冇想象中咁傷心，亦冇喊過，因為佢覺得呢個係一個理智大於感性嘅決定。講到擇偶條件，郭佩文喺活動上提出4大要求：第一，希望對方月入10萬以上；第二，中意 bad boy 型，即係有型格、有啲壞壞地感覺嘅男仔；第三，身高178以上；第四，有上進心。佢解釋月入10萬唔係死要求，而係希望雙方有一個共同嘅經濟收入去組織家庭，尤其係考慮到將來養育小朋友嘅開支。佢話因為我都想有一個好少少嘅生活水平，或者如果我到時有經濟實力，就算對方關屋企我都唔介意，最緊要係大家有心理連結。外形方面，佢中意 bad boy 感覺，型格啲同高大嘅男仔，因為佢自己都比較大份，希望可以有小仔依人嘅感覺。性格方面，佢希望對方善良、穩重、有擔當，最好個性上強勢少少，因為佢個人比較 soft，希望對方可以 lead 住佢。郭佩文仲話自己係一個信任型女友，從來唔會查另一半嘅電話，認為感情應該建立喺信任之上。記者問佢會唔會好容易被騙，佢直言可能會㗎，但係如果俾我發現你呃我，咁就分手，係你嘅損失。佢又提到自己未試過同香港人拍拖，因為過去嘅對象大多係內地人或者喺外國長大嘅華人，佢對香港男仔嘅戀愛價值觀唔太了解，但聽聞香港男生比較欣賞獨立嘅女性，佢覺得自己都可以做到。不過佢對拍拖係佛系心態，有係好，冇亦都唔會強求。另外，對於近日有網民質疑佢五官變得精緻，懷疑佢整容，郭佩文爆笑回應：我唔覺喎，我最近係化妝叻咗。佢話只係陰影打重手咗，加上假睫毛嘅效果。不過佢亦都坦言唔排斥醫美，笑稱如果到30-40歲皮膚鬆弛，或許會考慮接受提升療程，但目前仍然崇尚自然。呢單新聞有幾個地方好值得討論。第一係月入10萬嘅條件，呢一個要求一出，即刻引嚟網民熱議。有人話月入10萬，即係要揾醫生、律師、金融才俊。香港有幾多個後生仔月入10萬啊？女神果然要求高。亦都有網民話佢自己都係藝人，收入唔低，要求對方月入10萬好合理。與其話係錢，不如話係要求對方有經濟能力組織家庭。郭佩文自己都解釋呢個唔係死要求，而係希望有共同嘅經濟基礎。所以與其話佢拜金，不如話佢現實。喺香港呢個高消費城市，要養起一個家，月入10萬真係唔算離地。當然，對於一般打工仔嚟講，呢個門檻確實好高。第二係 bad boy 型，好多女仔話中意壞壞地嘅男仔，但壞嘅定義人人唔同。郭佩文解釋係型格，有啲壞壞地感覺，但同時又要求對方善良、穩重、有擔當。呢兩個條件加埋，其實即係外表壞、內裏好嘅男人。
呢一種男人現實中可能存在，但數量極少。有網民笑言，又要壞，又要善良，又要月入10萬，又要高過178。呢一啲男人去邊度揾？如果真係有，佢都唔會單身啦。不過每個人都有權追求自己理想嘅伴侶，只係要明白條件越苛刻，遇到嘅機會就越細。第三係信任型女友嘅矛盾。郭佩文話自己從來唔會查另一半電話，完全信任對方，但又話如果俾我發現你呃我，咁就分手。呢一個表面上係信任，但實際上可能係懶得查或者唔敢查。有網民話唔查電話唔代表佢唔會呃你，有時信任同天真只係一線之差。郭佩文自己都承認可能會容易被騙，但佢覺得被騙就分手係對方損失。呢一種心態可以話係灑脫，亦可以話係被動。喺感情入邊完全唔設防，風險其實好高。網民對呢一單新聞嘅反應好熱烈，有網民支持郭佩文，人哋有條件，要求高好正常，佢自己都靚女，有身材有事業，要求月入10萬唔過分。與其話佢拜金，不如話佢現實。亦有網民批評月入10萬，睇佢自己揾幾多先啊？又話中意 bad boy，又話要善良穩重，矛盾到爆。3年感情分手都唔喊，呢個女人好冷血。有網民就關心佢嘅感情狀況，希望佢喺節目入邊揾到真命天子。9個月單身都幾耐客，佢咁宅唔參加節目，真係好難識到男仔。從心理學角度分析，郭佩文開出嘅擇偶條件反映咗佢嘅安全感需求。佢要求對方月入10萬，有上進心、穩重、有擔當，全部係可以提供安全感嘅特質。佢自己都話希望對方可以 lead 住佢，因為佢個人比較 soft。呢個可能同佢嘅成長背景、過去嘅感情經歷有關。佢同前任因為遠距離同步伐不一致而分手，反映佢好重視共同目標同生活節奏一致。咁所以佢而家想揾一個經濟能力較強、性格較強勢嘅對象，等自己可以安心依賴。呢一種心態唔可以話錯，但要知道過度依賴對方可能會失去自我。對於一般觀眾，呢一單新聞有咩啟示？第一，擇偶條件係個人選擇，外人冇權批評。每個人都有權追求自己理想嘅伴侶，只要唔傷害他人就得。第二，條件開得越高，遇到嘅機會越少。呢個係基本嘅市場法則。如果你堅持要揾月入10萬、身高178、bad boy 外表、善良內在嘅男人，就要有心理準備，可能長時間單身。第三，感情係雙向㗎，你揀人，人亦揀你。郭佩文開條件嘅同時，都要諗下自己能夠提供啲咩俾對方。第四，信任係感情嘅基礎，但盲目信任同懶得查係兩回事，保持適當嘅警覺，唔等於唔信任。我個人分析認為，郭佩文開出嘅條件，與其話係擇偶要求，不如話係理想藍圖。現實中好難有人完全符合所有條件，而且即使有人符合，兩個人嘅性格夾唔夾、價值觀係咪一致，都係未知數。佢參加女神配對計劃2，可能只係想增加曝光率，順便識多啲朋友，並唔係真係急住結婚。所以大家唔需要太認真看待佢嘅月入10萬要求，當係一個話題，一笑置之就可以。咁當然，如果佢真係喺節目入邊揾到真命天子，我哋都應該祝福佢。最後，我希望郭佩文可以喺節目入邊玩得開心，無論結果點，都係一個難忘嘅經歷。同時，希望所有單身嘅朋友，無論你嘅條件係咩，都可以保持開放嘅心態，唔好被一堆數字限制咗自己嘅幸福。真愛往往喺最意想不到嘅時候出現。大家都嚟到最後啦，未訂閱點讚嘅朋友，請訂閱點讚，同埋可以睇埋我哋今日嘅其他精彩內容。